这一罐内底有5支红菜头。你种几档啊？种几6档咯啊！你就是饭切起来，菜头落炒好色，再落拌起来，放落蘸落好食咧。你林康煮，我来恁家食好。好啊好啊。哟，红菜头咧跳水，红菜头饭好食。足拍咧，袂收烂嘛，袂收甜哦，这真适合时大来食。电脑紧的啊，电脑紧。好食。对，啊你是大家拢安尼洗就会知啊，吼。你刚才做工课。加减，加减，够鸟去加去。哇，这红莲子来真好啊！哇，我爱好食。平常鸟子同款，我最爱偷摕当地厝的红莲子。袂使哩，这是3月初5要办活动的红菜头，我甲你掠来派出所。啊，你当时派出所？嘿。总共爱洗几摆？好，咱这3、4届。哎，厂长，你一天爱洗几摆？我一天洗1届就好啊。主席，啊这红莲子，咱是爱煮外式才会使食。当然就是爱甲煮好熟才会使食啊，搭煮好熟啦，嘿。主席，当细厝红莲子，红菜头啊整。是要红菜头还是要红莲子啊？当细厝红菜头整。毛黄色的，拢5色拢有。哇，紫色的，紫色的。你也要来买红莲子，需要有一寡贵啦。白色的，好美。白色的。白色。这个鸟去加去。哇，这红莲子来真好啊！哇，我爱好食。我平常鸟子同款，我最爱偷摕当地厝的红莲子。袂使哩，这是3月初5要办活动的红菜头，我甲你掠来派出所。啊，你当时派出所？嘿。总经理，咱红菜头当时是咱的国际红菜头的日子啊。3月5号，因为世界组织吼，伊感觉红菜头是全世界10大农产品之一，啊，因伊对人的贡献、身体的健康加伊营养的成分的贡献哦，非常的好，所以全世界拢有去推动一个吼，各国有推动一个叫做红菜头日安尼。啊，台湾是甲定伫咧3月第1礼拜，哦，啊，今年就是3月5号。安尼，大家3月5号爱会记得来咱当细厝来买红莲子哦。啊，毋过吼，真报名一定破表咯，一定有4、5千人。破表啊，破表啊！所以吼，上好是民众明年才过来。明年才过来。哇，你有听到迄声无？好，谢谢哦。很清脆，很甜哦，无臭腥味。另外一边，哦，你跟一个。啊，我卖煮啊！我菜啦，喙齿要断去啊！哦。香甜。好食。好喝诶，认真。好啉。好啉，真正好啉。干一杯。真好。赞。这一罐内底有5支红菜头，你会当啉到伊的纤维。咱咧啉果汁嘛，爱去看伊的成分表。阮这敢若是有主成分尔，无其他的合法添加剂。啊，这是咱航空公司的商务舱的指定饮料。哦，是啊，你种几架？无啦，今年种3、4分尔啦。啊，即摆咱红菜头是拢加去咧采收嘛？即摆都因到过期啊，过期真紧啊，你拢袂种5个、种包5个，拢1个月会付啦。这头家拢爱我种种红菜头啊是袂当遮拢袂歹，伊个种拢真善良啊。主席你好。你好。阮今日就是要来宣传咱3月初5红菜头红莲子的国际日。咱当时做红菜头呢，伫咱全国内底呢，咱会使讲啊，品质非常的好。啊，咱伫3月初5呢，要来办一个国际红菜头啊食，欢迎咱全国的好朋友呢，拢会当共同来参与，啊会当呢，互咱全国好朋友呢，了解到讲
咱生产的过程。主持人补充已经报名好啊。对啊，是安怎？要安怎？主持咱报名已经编去啊，要安怎？咱报名已经编去啊，哦，安尼会使讲非常的热烈啦吼。啊，伫遮呢，啊欢迎大家迄天共襄盛举。主持，啊这红菱井，咱是爱煮外食才会使食。当然就是爱甲煮好食才会使食。主持，啊你外食啊？嘿。这家嘛一样啊。系啊。车架嘛伊个。这车架嘛会使食啦，因为咱这是有生产履历的，有安全认证的，所以咱车架嘛是会使食啦。只是讲咱习惯搭煮好食啦，嘿。主持。主持破表啊！赞。足侪少年拢非常的无用啦，啊伊无时间吼，通好食较侪蔬菜啦，是水果，所以呢，咱这红菜头食呢，营养呢会使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咱若饭后吼，若无用通好食水果啦，还是食蔬菜较侪呢，咱甲啉一个红菜头汁呢，嘛会帮助咱的消化，对咱身体健康非常大的帮助。会哦，各会新相识。会啦会啦会啦。阿姨，你种红菜头哦？啊，都位是你的？对啊。哇，那你家里多？啊，拢草拢按5万的呢。草还有慢呢。啊，遮要互人来迄个办活动，有足欢喜无？有啊有啊，真欢喜。你种几冬啊？种几6冬咯啊。你载我去顺山水，但是我甲你载。我哪法度载你啊？我甲你载啦，我甲你载啦，来，咱要去倒一区。啊，这红菱井拢安怎煮？这哦，有。要炒要酥汤拢嘛好，滚排骨咯，啊煮菜头仔饭咯，拢做菜。哦，菜头饭吼，你就是饭切起来，啊菜头仔落炒好食，啊再落搬起来，哦，偌赞偌好食咧。你林康煮，我来恁家食好。好好。哟，太好食！当细煮红菱井，红菜头仔汁，是要红菜头还是要红菱井啦？红菱井汁啦，红菜头汁好啊。红菜头汁啊，当细煮红菜头汁，加偌久啊？来一年。在一年，啊，咱家去这枪房，偌久啊14年。哇，安尼你真正是元老呢。普通啦。啊，你逐工拢甲红菜头咧谈恋爱哦？会当安尼讲。哇，红菜头咧洗身躯。系啊，这红菜头洗身躯，这是初洗，哦，初洗。咱总共爱洗几摆？哦，咱这3、4摆。哎，厂长，你一工爱洗几摆？我一工洗1摆就好啊。所以洗了比咱较功夫呢。当然。这是咱要食的呢，看这两个阿姨吼，手都无用的，咧做创啥？伊就是咧紧咧，吼，叶啊伤长的，爱甲切掉。红菜头咧跳水。出来已经遮尼水，遮尼光啊！真正足清气的咧，较大只的也是较细只的。我介意较中啊。中啊，莫伤贵嘛，莫伤散安尼。对。遮家己的老爸写出来，吼，这新山价，吼，就是伫遮，吼，啊伊安怎照顾这个囡仔的，这 QR code 扣落去，全部拢写出来。当时饮水，当时饮肥，当时挽草，啥物时阵采收，拢遮写啊足清楚的。啊，咱遮敢有高丽啊？敢有红菜头的高丽？咱遮的高，咱遮无高丽。拢有爸爸妈妈的对。拢有爸爸妈妈。这出超市的，吼，咱出超市的。你敢相信我较早嘛伫即种厂房内底咧包？无啥相信。我是咧包迄马熏润啊。澳洲的时阵，啊，迄拢足寒的。对，啊，你是逐工拢安尼洗就会使啊？吼，你敢爱做工课？加减。加减。就是安尼。哎，对。红菜头饭。那切断，基本切断吼。好食。怎样？真正好食，而且伊阁有人香菇。
安怎？安怎？哦，恁 Q 不够 Q 诶，够香诶。哦，真香嘞！迄红莲子的香桂啊，甲迄香菇的香桂啊，咱炊饭共款，拢炊咧这个饭内底，这个米啊嫩嫩 Q Q， 袂伤烂嘛，袂伤甜哦，这真适合时大来食。电脑紧的啊，电脑紧的。真好食。